感谢新义替咱做现场的报道。过来看南投县长柯淑华早起是陪国民党的立委游和，还有马文君伫咧家己的选区完成投票，嘛鼓励选民会当把握时间投票，减少表达民意的机会。透早投票所才一开放，民众就陆续来准备要投票。国民党南投第二选区的立委游和，透早也伫南投县长柯淑华甲民众党立委麦玉珍的陪同，完成公投甲罢免案的投票。票还没开出来之前，总是还是会紧张跟有压力的。最主要是说，也是担心或是希望就是今天投出来的每一票，不管是投票率，大家希望能够出来踊跃投票。随后，国民党南投第一选区的立委马文君也伫县长柯淑华等人陪同，伫候召所在地玻璃完成投票，心情看起来真轻松。伊表示，经过这13摆的努力了后，希望一切会当恢复正常。那今天投下这个神圣的2票，我们希望守护台湾的民主，让台湾社会更安定，我们国家可以有更好，然后大家更和谐的这样的一个机会。在今天呢，就可以结束了这场的闹剧。我们期待执政党呢，可以把整个的重心呢，还是在专心于我们的国事啊。2个罢番的带头人也陆续透早完成投票，除了呼吁南投县的选民爱把握手中的2张选票，也表示心情真平静。今天心情的话，其实是有点如释重负的，因为已经走到最后一天了这样子。然后就是，今天天气还不错，就是没有下雨，然后晴空万里这样子，所以还没有投票的，赶快回来，赶快出门投票。不管是我啦，就是包括就是其他有一起协助参与的人，当然一定是很希望可以好好的休息，然后回去陪伴就是他们的家人。罢团表示已经尽上大的努力，这摆投票时间有计到下昼4点，结果安怎，就看选民安怎选择了。公视新闻采访报道。